台北哦，因为我台中东市乡下，很乡下，所以就很像啊，那个人很多啦哈，然后楼房很多啦。那时候印象给我是说，乡下都没有那种天桥嘛，人行天桥这样子，电视画面都有天桥，然后很密集，所以台北给我的感觉，以前啊在念高中的时候，就觉得那台北就是有天桥的地方才叫台北。所以那时候会觉得台北是个很神秘，但是又很吸引力的地方，一个大都市。来自全港嘅聽眾朋友，大家好！兩係報道客家廣播電台，台北地區 FM 93.7。又到了每禮拜二按不時頭7點到8點1點鐘嘅節目，今日同大家分享嘅是新西安咯，台上同台下，台上與台下，台上它怎麼改，台下是怎麼改？台上他是一個業餘的舞台劇演員。台下他是一個普通的桌面工人，台上佢係業餘嘅舞台劇演員，台下佢係一個普通桌面工人。台上佢享受到舞台劇嘅節奏，台下佢咪享受桌面嘅節奏。台上他享受舞台劇的節奏，台下他也享受桌面的節奏。谁想听啊？老板，我10月底又有演出了。我去台南了，屏东。你才去过吗？那另外一个团，不是火焰组，2天。他是那只火焰虫客家片。那还好吧。演出的反係因為個當下，你不看到觀眾嘅反應啊，見到反應啊，有演出啊，有可能佢唔愛看，冇好看，佢可能bắt頭就走。能夠全到過來，你唔感覺見到機器人哈，反正個當下我很享受那個時候，我冇感覺個東西我冇感覺當反應啊，當快樂，當幸福。台上得到的掌聲越多，台下他要付出的精神更多。台上佢愛得到嘅獎賞越多，台下佢愛付出嘅精神就越多。台上1秒鐘的精彩，台下要排練上100遍；台上1秒鐘嘅精彩，台下要排練上100遍。客家人別講親如情，但係當年我是主公嘅下身，也看清楚呢個事情，所以呢。
香港啊，迄客家人，所以参加个客家戏嘅演习班。那当时上古上系学到客家话，还有呢唱到客家歌、山歌，所以我冇想到系戏剧，所以我出发点系安尼，所以我想客家人啊学到客家人嘅东西，所以就嚟开始戏。啊，戏到下就发现到哦，嗰系客家戏呢，咩讲当单纯嘅唱歌啊咁呢。所以这样开始当然有拍到啊，有讲到，按古嘛。哎，评审啦！自从说过多数最有功，看不成阿公，看不成阿公，黑龙江，两年两天他在台上练习客家戏的身段，他也在台上演出客家戏。佢到台上练习客家戏嘅身段，佢咪到台上演出客家戏。3、2、3、4、5、6、7、8，1、2、3、4、3、4、5、6、7、8。兰花指，线头，不用行来。这波叶子小拇指的挺 Q 的。希望用标，还有用学行路，还有个身段用做，还有那个对白用学，一出到台，我看到安导演头讲吼，还有个迄尾个演员头讲吹啊等等，踮咪正经当地行的吼。伊对我来讲啊，从小毋是学过舞蹈嘛，还有其他个表演的东西，因为我开较掂的呢，所以了会讲克服那个一个障碍啦吼。我们cham不爱那个磨练，所以呢，将他干了面对安导演。我以前也係唔夾嘅，後嚟對了參與嘅戲劇嘅練習班，都也感覺但是你夾了面對太重你係無形中增加你的自信心。房车狂进入房车狂。唱音乐人听不懂那个，第一首曲子不是国乐吗？国乐曲子赛马，他听不懂那个音乐，他就没有给我咔嚓一下。我有叫他第一首音乐结束以后，你暂停一下，等一下我们讲话以后来哦，来去哦，来去摘茶哦，来去拜法公哦，然后你再来 play， 结果要从头到尾给我放。台上佢係有時嘅客家廣播員，台下佢咪係好聽廣播節目嘅聽眾。台上他是業餘的廣播人，
台下他也是好听广播节目的听众。当然天白甲哈，唔是天当紧张，啊唔对啊讲嘛该，啊所以要心不紧切吼，啊就人家讲啊话吼，你听下写起来嘛降低个安样讲，无吼讲唔对安样讲，我感觉哦这点钟太长的啦，唔对安样觉得烦吼，对唔对？按球来行啊，无感觉这点钟是哈着个配这按降的，上摆就感觉时间当降，后来可能系训的关系吼。今日这点钟个单元呢，包括了第一单元嘅东西腔太普及，为大家介绍。太字嘅下呢，落字咯，嘅記錄項嘅乜嘅詞，乜嘅要嘅情形呢？嚇，落太字，落字係咱東西人嘅講法，落字。有啲嘅客法叫做講落水，嚇，兩人東西講落字，啊落太字咯，落四字咯，落字冇咯，仲係用落嘅落字，嚇。記錄濕答答，記錄就馬路上啊濕答答的濕答答。真少人行，好少人走。大家都個應該抗議，啊，將第一個啊，原來東西嘅太不強啊，係當小嘅吼，因為以前我正開始講法啊，伊奇怪感覺大家都睇唔清來講嘅法吼，見笑，所以我個當時都挫折感動太啊。奇怪我後來啲聲音同從細講到太嘅法啊，做冇到台北啊，冇辦法用嘅，大家見笑嚟講我假原學啊吼，啊，將第一個哦，原來法法要按多種啊，因為咱套東西等於講較方便嘅一個鐵器吼，當時有聽到其他嘅苗栗強啊、海陸強啊，尤其咱東西人鐵一擺聽到海陸強啊，真係睇唔起。本來那個小妹妹她講太普，結果於老師聽到了，哎不行，那個講唔錯嘞，所以就用大哥大。大哥大，錄音是在台北，在大哥大就把它改過，還講太普，波的音呢，太普。今天台上可能在台北，明天台上又換到屏東，今比台上可能到台北，天公啊，台上又換到屏東。今天台上是這群演員，明天又換作另一群人了，今比。台上係條情人節，天公又望做人一情人咯。30几斤应该有。不过我看他那人也不是说很多。老公佢可能佢係對外省人來台灣，佢感覺到種係根的問題當衝擊吼，所以佢認為佢應該做文化性的工作，尤其呢唔係講當公立的工作吼，所以佢會支持，甚至我想把佢諾貝表演啊吼，可能中南部啊、東部等等哈演出的吼，將來一天2、2點當暗啊，佢還係窮款哦，我按嚟載眼，以前帶到他們去跟他們窮款2、3點啊窮款載眼。佢講一天要載到啊，每半日坐海假，因為坐海假都危險，一天一家犧牲的睡眠時間，所以一天要載到啊，佢將放心，所以佢都安尼有激情來啦。以後哦，都唔知，反正我哋都40歲、50歲、60歲，還有女性外面，我相信呢，女性外歲嘅後生人吼越來越多，我希望嘅後生人是個個行出來啊。不管客家講好好啊，你係講有客家嘅文化嘅觀念吼，我想是得慢慢帶到個後生人出來，因為老咧不管面相面皮太舊咧嘛，啊冇是講一個講法面都太難咧吼，啊冇是講啊，反正一個機會吼，多個位吼冇辦法成就嘅法吼，我感覺是得行到幕後嘅法，都盡量行到幕後，啊前面嘅法盡量不該後生人來行。
安尼个迄尾就扶持。这种两天车场，这个立马到厕所。回来不是，不能让我做朋友，头也不能左点点，作为班的出作员，头也不能爱出作，作为班的杨伯伯，头也不能输手，各位班好胜者，头也不能输队，各位来走他乐。台上是台湾一站又一站的串联，台下也是他生活中一分一秒的串联。台上係台灣一站又一站嘅串聯，台下每幾3分鐘1分1秒嘅串聯。最後，他對台灣這片土地的感情也是一站又一站的串聯起來。姊妹，佢對台灣這片土地嘅感情也係一站一站連起來嘅。分唔出哪位係台上，哪位係台下，分不出哪裡是台上，哪裡是台下了。孩子的笑声，一年四季，春夏秋冬365天，让您在天地的怀抱里。今日开放这么一个时间，之后就告别了哈。按照咱听众朋友，我在空中同欢迎来共下做伴。按照咱哦，下礼拜二我在空中按过来相会哦。这样来了，拜拜。我觉得台上台下不是一个舞台呢。台上台下其实有点像门外门里门外，因为门外你就是别人在看你，你也在看别人，就像台上的人哈，下面人一直在看你，你也在看台下，希望台下有给你掌声或是给你鼓励，所以我们去外面的话，这个门之外呢，尽量表现自己。可是门里面呢，可能很多最原本的你就都在门内，那没有人知道，所以我觉得门外也算是一个台上吧。其实人上对影响有蛮相同。这种是影响相当，因为你是个从那看天上，这种是你对天上就感觉，伊人看过东西，有没做出安详的东西出来，你今天有了只卡没啦，你要来吸的东西来，就按用的眼睛，做成。我搞两个纪录片的东西，
来。所以其实这名山宽天样，你想爱一家有点梦想的跑天样，知道吗？巧，两个也就会青苔嘅这两点。是讲用来为开始写书法。开始写书法迄民国70年噶，因为阿爸身体唔好，爱照顾阿爸。照顾阿爸实在是唔是讲24小时，伊迄无某个事情个，我就在旁边呢就写书法。搿种是又写书法可以安静自家个心理所以我也无想，譬如就完全注重。都报名建筑师公会有开书法班，我就参加建筑师公会嘅书法班。嗰陣時我也就做班長。下很多年有那个心得，从是一种从小。那個心得就是說，自家快樂，自家感覺到挺滿足。有啲成就，做了幾擺嘅那個展覽以後，感覺自家還有啲成績出來。
这个是跟我的家庭因素有关系。20年前，家父生病的时候，我就在旁边伺候照料他。他在照料过程中不是整天在写，在没有照料的时候，我就放在椅子上，我就开始写字。后来呢，到了这个结婚之后呢，常常跟我的家庭说这个家庭不错，但是你们不要是不好的时代，是夫妻之间2个人因为常常意见不相同。我的学习是 O 型，他的学习是 O 型，我们常常很难沟通。如果有意见不相同的时候，我就把我的弄梦。所以我说这个东西不是很好的事的。我玩我的梦，我就玩了20年下来，所以才有今天。所以我也非常感谢我的太太。结果去了去狗书爱嘛，好，去了狗书。你同我天美，然后比较很乖，还有的，就头发那快一点，然后骨头快一点就好吧。难得呀。哦。先生，还是先行一下。先行一下。先行一下，可文书馆来了解，也喺环境的空间很用的。哦，啊，等下书馆观察到用那种旁老师来讨论下来。哦，啊，可等一下就是跟拍那个叔公跟彭老师。对。叔公他自己本身摄影跟剪接方面，没有办法像一般的年轻人这么的流利吧，所以很多需要人家帮他的地方，所以但是叔公他本身的 sense 很好，他对于客家建筑的 sense 虽然不懂，但是他到了那个地方，他能够很快的、很敏锐的把他所看见的、所观察到的都把它讲出来。其实我想每个人都是有那种一个梦吧，就是对于摄影、对影像的一个梦。像我自己也是对影像有一个梦，所以我才会这样子继续做下去。那我从叔公的身上发现，其实在他的身上也是有一个梦。我想说年轻人嘛，那有一些摄影技巧啦，或者是剪接技巧可以帮忙的，可以协助的，那帮叔公来圆他的梦，那同时也可以圆我的梦。做的这个什么？哦，这样。两这个有一个考虑去增加甜酱的东西，甜酱。有没有那甜酱？甜酱。啊，所以在空间就甜酱。一般来哈，那宿主的哈，其实都在省发空间哈，住这个厨房间，他离他变啊，为啥？他像外界片萝卜哈，其实冇很严重哈，简单我去讲他有了。不过都按样嘅，就讲啲哈，正躺下哈，差唔多就隔一趟距离哈，好，该宿主嘅先到啦，一落实来冇嘅哈，因為更加按到。其實嗬感覺嗬，退休嘅人嗬，叫學咧嗬，確實嗬係要有千大嘅勇氣啦，嗬，有啲係真善嘅一隻東西，佢係硬體啊，嗬，或者說講佢對影像本身嗬，有嗰種嘅概念，嗬，所以說講學起來嗬，就要克服啲硬體嘅操作嘅問題，佢老早嘅嗬，佢看客家嘅東西嗬，其實有。大家按創嘅一隻生活經驗嘛，所以佢看到嘅東西，佢做嘅東西會冇共同嘛。嚇，後生嘅人嚇，佢最近佢嘅大家生活其實唔講喺乜嘅客家嘅嚇，可能嚇凸顯唔出來嘛。唔過佢可以用大家敏鋭度，所以
家讲嘅佢要學嘅東西係無強壯嘅迄個，可能後生嘅吼，佢對人性哲學，甚至客家文化嘅東西都了解吼，佢多種嚟做了吼，佢將撒喺度，你就出現特殊嘅。如果喺老早時節，你都唔是嘛，吼，佢請假，吼，所以講佢如果佢對機器會熟，後生人對機器請假就會熟嘛，喺老早對機器會熟就冇咁簡單，好，所以可以互補啦。其实这个操作上啊，比这个方便性很多。如果懂的话，虽然很多哦，因为它全部是在外面露出来的按钮，像比如说它的 Scene 啊，有 F1 到 F6 6种。这边。家講就講，雖然退休以後會較辛苦，不過咧先吃得起好，因為咧畢竟咧係一隻非常方便嘅一隻嘅科技產品。你可以用你先豐富嘅人生經驗嚇，用你先好嘅工具嚇來搭能夠一隻人生嘅舞台啊！那现在这个地方的高度啊，跨一个木板。之前原本有了，可能这板筋要放出去。因为你这个要，我找。定节方案可以。上面还有没有板子？不然这个找这个车子，上面没有。这个电视走这个要小心哦。这个比较有问题。你这样的话，人家如果来检查的话，那个，不然你，组长。我跟叶组长讲好了，要小心，慢慢来。机器给我，你机器给我。师傅，你走，我跟你来。那来那板，很危险，慢慢来，慢慢走，因为你不习惯走这个哦。没有下过工地的。1972年，我考到建築師，做建築師好厲害，有32年。忙做建築師以前，我嘅心中出現一個夢想，希唔希有機會嚟做人像？12公分的，12公分的建築，12乘以20。家動嘅生活，現在在生年裡面，那個細項嘅哈，那個東西是清跟我們書本上也是非常清楚。2003年，我有機會入咗客家長相班學習，為了實現後生時嘅夢想，我想拍一部老客家建築有關嘅片啊。在籌備呢部片嘅時間，我想到了以前在讓相班搞過我嘅彭啟年多人，彭多人做讓相有17年嘅經驗，佢行過大大細細嘅客家莊，對客家建築有清淺嘅認識。我決定聽聽佢嘅腳步，去留莊頭，讓老佢記錄下來。客家語有乜特別嘅嗎？阿伯高上嚟看。你去看下客家嘅服裝，所有讀到了嘅幾個現狀嘅人啊，當然對你嚟講，佢十分也真親切啊，因為你係共樣嘅語言、共樣嘅文化，特別有親切嘅感覺。佢會老佢講出佢真心嘅話。佢唔會去很虛偽應付你，呢點我覺得係你客家人可能就係你客家人嘅嘛，兩樣講親切嘅關係啦。你們講話親近沒有關係，還要幫你再講。哦，你客家係嚟啊？講。呢啲頭擺羅面床，嚟家床，嗱媽媽嚟嘅下嘢，迄唔家床嘛？唔係，迄嚟唔係，
俺唱俺妈妈的那家种啦，没，可以看。有一点现代化。现代化应该。怎么样，阿母吼？一听你管音错，管音错，先推的东西哈。我们吼就没有给它破坏。这个外观啦吼。我先推嘅咪嘅十年全部落嚟啦。係，一個面朝係舊的啦，六百年的啦，一個基礎係啦。哎呀，我因為說我現在就吊衣服吼。嗰當時印尼有個北美的個種攝影裡頭從細個就經驗嘅過程就現在在吹了就攝影吧，一段時間，係用攝，佢哋學生學個人員總會有乜個節目㗎，有去攝到佢哋嘅節目，實際上嗰種攝影就不用得，人家冇嗰種時也冇乜個剪接，也冇聲，印尼嗰種是攝嘅東西，冇這個架構，啥都出亂寫，反正攝影呢，佢這個過程，佢自然佢狀態過程，然後佢記錄下來，這東西冇架構，所以但是嗰種嘅片好些，佢呢種嘅本攝影，慢慢攝影看，佢就寫個下，佢經過嘅過程，本佢自己了解。以前拍的时候不晓得 zoom 印进去，然后对 focus， 以前不懂，应该要先 zoom 印进去 focus 对好，然后再 long 的。所以以前拍的时候就是用 long 的在那边对 focus， 然后 zoom 印进去的话就模糊了。哦，这个我女儿出来了，在奶汤的，她寄的那个泳装给她。就是说我上次跟她讲的是从加拿大来的。这个泳装，我女儿这要翻身了。我那时候胖胖的翻不过来，我还1、2、3，翻。这时候还可以看哈。
叔公说，在5月份还6月份那个大女的要生了，要生了，哎，就这个要当妈妈，嗯，本来说不要生的，年轻人说不要生，哦，你看翻生了。说实在的，我看到那些影像，我蛮感慨的，就是叔公30年前的影像，因为他当年拍摄的年龄跟我的年龄是一样的。那时候在影像当中，他说他是30岁、31岁的时候拍的，那我现在刚好也是这种尴尬的年龄。然后我想到说，现在我所拍的一些东西，会不会我30年后我还会有兴趣想把它拿出来？有没有像叔公这样看到这些几乎沉醉在那个影像当中？那我想说，今天我所拍的东西是不是在30年后放远来看，现在虽然拍的不好，或者是我拍一些没有重点的东西、没有重点的画面，可是你把它放到30年之后，我觉得每一个画面虽然是很晃的，或者是那在飘来飘去的画面，或者是 focus 就是那个模糊的画面。可是你放远，你放到30年之后，你就每一个画面都很珍贵，然后眼睛我都舍不得眨一下，我觉得都好丰富，都好精彩。做那个纪录片呢，做得文化的，讲哈无通对，实在讲，伊辛苦，啊，一个好上的，记得各国。个惩罚啊，无讲有以后的惩罚，所以我知道两个东西，伊无公平啊！我做一片个可以上天视的纪录片，我认为伊真辛苦，伊付出的代价，然后佢嘅收入无成比例，也係我講嘅講法。好了，面部包人累了，累了。花了，演阿花你。
现在讲呢，人生啊，有不同的讲起不同的舞台，但是呢，两个舞台无法度好回头了。在无法度回头的时间，要就用人像来记录下来。